喂，小赤佬，好起来了啊！撒撒香，快点爬起来，那时钟上。要命，跟你看看几点钟了还来开困啊？太阳晒屁股了还不要起来？你当今朝就放假够年了啊？不要开上班了，马上要吃中饭了，你还想困到啥辰光？单位上是不要开了啦，年终奖也不要领了，我还是人家单位发炒棺材不开了啦。我看看你这个没出息个好什么，一日到夜只晓得跑了个手机，夜里不要困，日里躺死。你有本领嘛，到单位啊，可以替我混好的不要动，等着钞票落下来呢。日早爬起来嘛，带牢拎只包头跑。我早饭替你烧好的嘛，也不要吃，你这胃一腰里啦啊！喂，你再不起来，我要掀皮带了啊！哟，4块里，那到皮带口上扭来扭去，你负担了你啊！来到要出气了喂，怪不得幸福了阿母了。我看看这个鸡你有道理，你这鸡也幸福了喂。你有辰光困懒觉嘛？好好叫替我想想，到哪里去替我寻个幸福来呢？小姑娘嘛，抓紧辰光夹起来，我还当自家是抢手好啦。马上30岁了，你心上还有点手嘛个啦，还晓得好彩个啦。刚刚你们闭好的眼睛，再不这样10个乱讲点多样么子啦？啊，有本领皮带口向围嘴嘛，还不就请我出来过嘴了喂？啊，讲多样么子钱？啥个？我后发把你个朋友，我放你只狗菜屁！你个小我泡妹妹嘛，只有抽中了喂，少喊我搞清你噻啊！哟，4块里讲你一句话，我100句啊！你有本事么寻个阿母来帮着你吵呢？啊，只晓得了我老娘面前么老乱，看见人家小下头干嘛连只屁也放不出来。你想想几个人，你哪够法子啊？你叫我喊人家老头子等到80岁抱孙子啊？还不要起来，这死烂派，看脸杀我吃杀伤！这四段人民明早才到小年夜了啊！今朝替我花香到单位去补好，阿母领不下来么？替我领点年后家来。还有你，跑好这手机洗掉洗了啊！侬不这样个哩，快点发到朋友圈。